伊就是爱先对咱的感情，咱的情先甲伊净化，互咱的感情较清气的。无咱的感情拢无清气的，会当知？安尼，咱的情内底是11项过节，所以咱的情内底11项过节的情咱会流露出来的情绪内底，拢会变成情绪化，拢会有情绪化无？拢会有情绪化，安尼哦。所以伫迄内底当中，咱慢慢去甲伊体会哦，咱慢慢去甲伊体会哦。你家庭内底，囡仔若一个吵着，有当时啊，咱一个烦，一个战斗，咱所流露出来，对囡仔迄阵是教养的，哈，迄阵毋是教养的，迄阵是咧教训的，哦，毋是，教训内底有咱的情绪啊，有嘛吼，对吧？有咱的情绪，若安尼话同学的当中，同学咱是情绪牵咧行来咧教囡仔，安尼咱变成。咱虽然教囡仔表示咱有钱，毋过咱的情内底无够顺。上过济咱的用量，含上过济我的标准，上过济我的情绪里内底我控制袂调，所以那个理智会比较不够。所以做出来的语内底，拢会感觉讲，大家拢会感觉当然讲，哦，我对你真正讲好话讲有够好，有够好，有够好。毋过迄个好内底当中有情，有情哦。虽然你有情，毋过情，迄个情有11。安尼，为什么你的情有11？因为你无受过真理的教育，无受过真理的教育、真理的改变，所以你的情内底有11。做出来的义不是义，不是义啦。所以大家拢嘛是足认真咧教囝，教到尾啊来，大家教咱无共款。我足认真教，足认真饲鱼，太饲安尼，人你啊看人迄个遐好啦，阮饲教安尼啦，有够不严的啦，叫教嘛不严啦，其实毋是教不严啦，是家长袂晓想啊。安尼呢，所以你内底咱就是安怎，先爱净化着咱的感情。净化着咱的感情，互咱的感情内底顺路愈来愈顺，顺路愈来愈顺的话，安尼话咱自言语言咯，迄个温情就出来，迄个情就会温度，有温度无？有，所以咱有感觉咯。咱讲，你互你教囝读册吼，拢安怎？你着认真读册无？啥物拢毋免管，也免求涂骹，也免做啥，也免做啥，拢毋免。当来你要认真读册，你嘅工课认真读册就好。到后壁工咱读册啥物拢袂晓做，咱有感觉无？做人嘛袂晓做，互相体谅嘛袂晓做，互相体谅嘛袂晓做，互相斗相共嘛袂晓做，伊真无好读册。安尼哦，所以用安尼哦，你家教了后，伊即马伊大汉嘛爱做人的先生咯，爱做人的先生的时阵。我负责趁钱哦，其他拢你咧负责哦。会安尼袂？会哦，当来卡悄悄，好带起来，拢无要做。因为较早我即个就是读册为着要趁钱，我即摆趁钱，当然互你知影，毋你是安怎？会安尼袂？会啦。这内底有情无？有情无？无情。有义无情。敢是安尼？所以你内底咱就是要训练讲，互咱内底有义内底，毋过迄个义内底要有情，迄情爱有温度，情要爱有温度当中，就是安怎？就是你内底安尼透过伦理，来慢慢啊改变着咱的心态，改变着咱的心态。真正人咧学的目的，毋是要学外口的知识尔，是要学做。咱的做人，伊内心当中来自我改变了后当中，来自我改变，伊就会慢慢啊，互相体谅、互相体贴、互相包容，对不对？互相包容，伫恁内底互相共同难关，安尼，伫迄个互相的过程当中，伫恁内底有啥？有情呢？有情呢？情内底有温度的，用
以前内底有温度，安尼流露出去，诚好诚歹吼。不要去看心意食水倒会甜啊，迄个心意叫做温情。内心有温度啦哈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有的人是你心冷冷好哈，心冷冷今仔日无生气啊。所以道中有工课，领领有工课，也是需要咱打上。咱心就袂使。咱的心要有温度。这工课毋是领领的嘛，毋是组长嘛，毋是啥物人的，是为着咱的后代的。这是以后咱的后代要爱的。咱若无安尼，咱的后代要安怎咱到尾为后代想？咱毋通甲为着咱厝面的后代，咱爱为着咱这个社会的后代。这就是咱的格局呢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所以咱道中有工课，大家认真，咱的内心爱加热。袂使去记记，袂使冷漠，冷漠的表示着啥？表示着咱个迄输的物件要作者，安尼哦，所以用作来讲，有情来有情，因地各完成，无情无情，无性无情啊，透过情来下迄个情，真情的迄个情，啊，因地各完成，迄个实的物件。所以孔夫子他讲无以为言，将一不为诸古啦，退而心以书用，就以为不。哦，这个不为的物件，伊他在讲，为就是言为啦。孔夫子逐天咧教言为咧讲话，咧讲话咧教育，毋过言话拢抱着一种不为的心啊，不为的心的意思，不为。不为就是什么？不为，伊就是在讲不敬。不敬就是顺。为什么他会讲顺？因为语就是破，是破。所以讲，咱的言话伊的内心做单纯，所以今仔日他如果做到不逆。不逆就是顺啊！为什么伊的内心会让这个不逆？因为伊的内心做单纯，所以好后壁甲大讲啥？顺，对，所以好简单呢，要顺。为什么要顺困难？因为咱想过忝，看法上过济，标准上过济，心内物件上过济，看袂惯是，听袂惯是，虽然表面有效。毋过有顺无？无，啊，毋是因为咧，咱自己有问题无？哦，这以后哦，所以退先意思完全依法维护。虽然伊倒来到伊家己的私底下，毋过伊嘛是安尼哦。别人有看无看，伊拢安尼，安尼意思。安尼话伊有讲无？无讲哦。安尼话啊，遮咱莫去讲话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如何用领基因以为先让我们的人有根？安己的根就是要互咱的灵会活，就是灵活，灵爱活无？灵爱活就是灵